律动。看到人家含泪跳恰恰哈，哦，哎，只有含泪没有恰恰，就觉得他是被逼的，就是陷入苦海的那一种。是啊，我是干嘛165要示范给他看一下。安内哦。 来啊来啊来！这一趴我没有参与到。想要唱到你两个啊！来，你先边啊，你先边啊，你先边啊！你做会啊！来，你虎这跳嘛？是吗？恰恰啦，好不好？我跟着你，好不好？唱啊！副歌啦，副歌。啊，副歌哦。副歌的。踮在你的身边，惊予人知影，时间着自泪跳恰恰。 我是一个无水的人，爱你总有一天，最爱的人，无情的人，忙，轻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哎，水哦，谢谢。水哎，你拢无玩哎，你想啊，去玩红蝶啊？不要紧哦。好玩。律动啊哈。我们呈现了3种不同的态度，你可以参考。那个小蔡，刚刚3个要学哪一个，自己要清楚哦。要清楚。好，要清楚哦。好。